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括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等等所组成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欢迎你甲因直接。有兴趣的朋友，请伫网络找找录播课、录音的录、播送的播、顾客的客。感谢录播课的赞助空间。后来，咱节目要开始啊！今日特辑无说谎子啊，我共同主持另外一位是说谎子。今日无说谎子，但今日增加咱其实录音空间内底有3个人啦，但是有一位歹势出声，迄无声啊，无出声。另外一位当出声，这位是咱的即届咱看主题就知影，就是咱的即个郑顺聪先生吼，郑先生是咱即个台文诗集我著要来去的即个作者，对无？咱先请即个甲咱拍者招呼一下。都是迄个阿迪吼，阿迪嘛吼。我说来时拢想讲这阿迪啊吼，这华语拢是 art， 是讲 art， 迄是语毋是？聊天，台语就是开讲嘛。对，来开讲。我那想你知，这节目可能名叫做阿道来开讲，阿道来开讲。我就是讲 art 上面尾仔较知影讲阿迪是迄种。Atlantis 就是阮细汉啊吼，拢定定讲吼。对，一个古早一个文明，古早历史。海底内底有一个去用沉落去的文明，要写城市加神秘啦吼。对。所以我来遮个，我想讲伊生做啥物款是真水的查某囡仔，是啊。原来是一个吼金马人，壮男帅哥啦吼。无啦，主要就是伫网络顶管，因为其实我拄开始拄着郑老师是。你分享我伫 Facebook 顶管写的物件，我毋知你是安怎看到的。你有分享？我YouTube就是讲阮台文科我拢会，我讲袂歹啊，我有听讲哦，你讲的真深咧，而且喙水真好真顺啊，毋是做者拍客可能就是伊想要来做台文即地，就是要推展台语。其实因台语讲甲有一寡调的价值啦，咱阿迪就是无问题，正班咧，迄就是有你讲台语，而且有练过对无？嘛毋敢讲练过，佮讲我生活当中本来就是台语使用了真济，所以对我来讲，台语甲华语其实差不多一半一半，甚至讲台语有当晓讲的速度佮较紧，比华语佮较紧。你讲足紧，台语我就讲足紧足少。所以我就爱，我定定讲。我定定讲爱放慢速度无，因为我就是啥呢？我有另外一个共同主持人，就是我若一个人一直讲，可能敢若赶火车、赶高铁共款，惊大家都听袂落。对，我有当时我就会互我即个说谎器就一直讲较慢咧，你搁赶火车、赶回轮机啊。所以就是你看到我迄个，第一我是看到你甲分享出去了，我就伫想讲，即位因为你分享了。名人嘛是无共款，你知影，所以你分享去，确实伊的即个接受率就加足悬的，吼，甚至收听率嘛有增加。我家己拢毋知。对，我想讲，即位到底是啥物人啊？你去遐看者，啥物款神秘的人物，我去遐看者，看哦，你是一位即个作家。其讲实在，我拄开始因为平常时阵打无闲，有当嘛较无时间看册，除了做功课以外，所以我就看着讲真济真有趣味的作品，所以毋才会想讲，若有即个机会拄好你的，我迄时阵就注意着讲，你讲是。伫要出版啊，伫要出版之前，我都看到。
我就想讲啊，你若有出版，看有即个机会邀请你来无？人就来啊。嘿嘿，咁我想讲，发现讲啊，你是伫台北啊上好啊，所以咱就你若讲伫高雄，我都毋知要安怎我较知影讲阿弟是伫宜兰啊，嘿，我嘛是宜兰真紧啊，嘿啦。所以我其实过去频道真济做诶内容，当然嘛，包括台南，包括彰化啦、中华啦、台中拢有，但是真大一大部分是伫咧做宜兰诶部分，宜兰就我在地历史，嘿，毕竟是我家己生活诶空间，所以真济过去历史。阮细汉诶时阵，其实是有做即个，阮诶国小是有即个课程诶，叫做南洋历史、南洋地理。啊是做电台是教课，毋是课本。课本哦，上早诶就是咱馆长诶时阵，最早就乡土教材啊，伊是算对，乡土教材诶啦，嘿，无错。所以迄时阮就去熟悉附近诶环境啦、历史啦、故事，阮就想讲，真趣味。我感觉这是对咱在地即个意识诶培养真好诶一个方式。哦，这定景有成咧，或者教育成功，嘿，我阿弟这人才，我搁熟悉了迄个主编迄本册主要诶编辑诶即个老师迄个老师是叫做邱水金邱水金，嘿，邱水金先生佮伊做过同事。哇！所以我头一工去遐食头一工，伊佮带我去看一寡死人骨头，他只变开讲真正一个死人骨头。有死人骨头较有价值啦。嘿，迄就是伊伫挖一寡迄个过去的物件的时阵。对啦，因为伊早有卡马拉的人足济，所以就是你因为所以我甲你搭真正有，确实有效，有较济人点。所以我毋则特别去注意到即件代志安尼。当然总算等着你即个诗集出版啦，我着要来去即个诗集出版，所以趁即个机会，想讲要来甲你即个小。来讲一个，嘿，来开讲一个吼，毋着来开讲，着来开讲，对来开讲，对，我以后改名做着来开讲。对啊，系啊，这真好听，真好听咧，我着要来去，着来开讲，真正要来去开讲安尼。其实我有看过你大概的资料吼，其实你出版过真济册啦，包括诗集啊，小说嘛有吼，绘本你嘛写过剧本，像即个有叫做诗班子，我毋知你是啥物。阮家己新港的一个。非洲音乐手台语歌，所以你嘛帮伊写过即个书嘛，所以你做过足侪代志啦嘛，做过即个册啦，或者是杂志的即个主编电台主持人等等，你做的工课嘛5花10色，真侪安尼。所以，但是我若要请你用一个方式比如讲以你目前的即个情形，你认为若要自我介绍，你安怎去介绍你家己？对，阮太太定来甲我讲啦伊虽然伊是。一个查某囡仔熟悉人无遐济啦，毋过甲我讲一句话，讲你是我见过我熟悉册读遐济，气质拢完全无改变的人。嘿，就是讲阮太太讲你册读遐济，气质拢无改变，伊原是即种罗马性，有啦装咖啡就对啊啦。你问这个问题，我想着讲对，我就是我册读遮济，知影遮济物件我写遮济。我就是要证明讲，我气质拢无改变。安尼我册读遮济气质我都改了，卡输我就来写册啊。看我写册了气质会改变。到尾咧？到尾即摆已经出第11本册，完全无改变。这不忘初衷啦。就是我的性啊，我的性就是一个有时我的个性就是讲，就是做活骨的，做活骨的，有一寡土性，就是装脚囡仔感觉。毋过就是我头壳就一直咧。颠倒一直颠倒，我希望会当比做者出头的，所以我就是讲，我这甲我写作关系，就是我头壳有啥物，我就想要甲写出来。所以我有一寡，比如讲我有一个秘密经验，这个物件是抓袂住，我就甲写做诗。伊毋是讲一个具体故事，也是讲一个人。我拄着一个事件，譬如我今日来阿迪来开讲毋着来开讲，这过程当中，实在这嘛无少年啦，看起来做少年，这乌家兄好啦，乌家兄这人真趣味伊做遮济代志，我就写一篇散文。若是讲刷了我去咱遮算铁路骹嘛，咱录音的所在算铁路骹，我拄着一个故事，我就甲写啦。所以我感觉就是我写作的特色，就是讲咱莫去限制讲你是诗人，你是散文家，还是小说家，还是一个写剧本的。你心肝头有啥物心情，你就来写做诗。你就拄着啥物，看着啥物物件，用散文来写。你若看有啥物故事伫你头壳内底，还是你甲编出来，你就写小说。就剧本一定爱搬嘛，有人甲合作讲，顺聪你的台语阁袂歹，有一个剧团，伊是要搬歌戏的。就是海鸥剧团、海鸥剧团，我就来写一个画作，包好这个歌戏。我有一个朋友，我算我同届家中的迄个同学伊就讲我聪我要写台语歌，毋过我较无熟悉台文，就来写即个台语歌。所以我感觉我的特色就是讲，
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拄着啥物件，用文字来展现，就是我的文学。我听起来就是，其实你无拘束伫讲我用什物款的形式来表现，是我心内有什物款的物件，有什物款的感触，什物款的心得，可能即个物件适合什物款的形式，我就放伊遐安尼。对，所以我即摆来念即个诗，就是吼，工商服务者。因为请说。来真正啊，我所有的访问也是讲，因讲我就拜托即个邀请的人讲，你来经。诗单，就是咱去唱歌，演唱会是唱歌单，就是今日要唱的，什物第一条、到10几条，吼，就是阿迪嘛吼，咱的阿迪就我就是拜托伊讲，你嘛来看过规本诗集了，有对有10首，互你来经，想要来听看觅。所以我第一首伊有10个问题，拢做个。到诶！我本来想讲，即个讲法即个问题应该算讲是较，我无写较较硬啊咧。我感觉就是，太掉一两句。你问甲是真深，就是你看迄个卡本，访问卡本就知讲，这人有做功课，有认真无，有专业无。所以我要回答伊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我写作的特色是啥物？就是我我有3个部分，第一就是14段诗，就是 Shakespeare Sonnet 这14段诗，我用台语版的。即个诗叫做点睛。毋是无声，是甲心肝头浮出来字句，郁卒挂记伫，踏踏滴滴念调，雨伞举起来，才听会着雨的脚步声。猫仔行过是无毋对，路顶无小看，甲迄丛老情笑好头。我五脏六腑的黄芒，我鼻涕渭水也忘。到底是安怎弯巧的巷仔尾溜，才通甲时间倒倒转？点睛煞贴破面，骹底有溪水掣流，是自内山我尔东怀云摔落来，安怎为我胸壳郁掉的所在，甲冲互破？所以我感觉就是阿弟，就是你经10首诗嘛。我感觉真趣味，我拄甲诗斗的，拄好你问的每一个问题，逐个问题拢是我的诗的一首，你经的一首诗。我认为应该是安尼啊，因为早起我甲收到你的要录音的早起，我甲收到你甲我讲，你要每一个回答，你拢要用一首诗来回答吼。我想讲哇，你透早就甲我出招。拄好就是讲，毋是点睛无声，就是甲心肝头浮出来字句，郁卒甲记伫念调甲提调，甲你心肝头的字句啊吼，甲笑好头。这就是你问我第一个问题啊。我家己是安怎，就是我心肝头啥物物件，我落海甲写出来，这就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用诗来回答。我毋知这是到底是拄好，还是因为我是全部看了才来经诗的，所以才来写。我其实是先经好诗了，才来写我的问题，但是我并无甲这两个物件甲做伙来想，所以你今日早起甲我讲，你要用我经出来这诗来回答，想有遮拄好的代志。真正拄好的，当然有一两首诗无啥对档，但8成。这真趣味哦，就是讲我为啥要请这个主持人，还是邀请人来头诗？我感觉你会经什么诗，表示你的心境，还是你要问我的问题？而且我讲这是无意识的，毋是挑工去经，嘛是讲我已经经好答案互你的嘛，毋是？对啊，而且吼，咱念诗啊吼，因为阿弟个讲话真正真紧吼，我这火车会飞过头，咱就我较慢，点，等到这个节奏板了。对，念诗的时阵，人真正会放较慢一丝啊。咱拄则有讲到讲，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讲，互你自我介绍的方式嘛。那其实我听起来是意思是讲，比起讲你是啥物款的人，佫较重要是因为你心内有一寡物件，用无共款的形式去表达出来，这才是这件代志本身才是重点。比起讲我有啥物款的一个title，然后有啥物款的名称吼，人叫我啥物老师，可能重点毋是伫迄个所在。我感觉可能，你念这个诗，互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当然咱讲到咱拄仔讲的这个。我就要来去的这本诗集的出版，其实这是你的第一本的这个台文的诗集。因为我尽量小可看者。那这本诗集拄开始，因为我知你其实写真久，我收集讲实在内底嘛真侪首吼。我头一摆听到讲诗集内底这些首的时候，哇，再开偌济时间写，因为写诗短啊，但是无一定较好写，无一定比写小说较紧。讲实在吼，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我知影讲你准备真长的时间，你当初是啥那起心动念，是讲我要来写这个诗集，对你来讲这个诗集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无？还是？第一就是讲什么是诗啊？我感觉就是诗，做一人问我嘛，因为这对做一人较青分嘛，
因为这是文学，而且是文学啊吼，是较深的所在。诗就是短短的字句，嗯毋过啊吼，我想者讲诗是啥物？短短的字句，互你念出来会冷目屎，会感动的。这是我对诗的迄个我的看法吼，这是较素的一个感觉。毋过我感觉诗就是要念出来。就讲你问我这个问题啊，吼，我就想到我你拣的这首诗叫问答，是问答就是问答嘛，吼。是啊，这首诗本来是华语版的，是我顶一本诗集叫做《黑白篇中爱大笑》，黑白篇中的大笑，这是我第二本的华语诗集。啊，头一本是诗曲表，拢是我家己印的。啊，我这真哈呢，就是讲我为什么会来写台语诗时，我本来是17岁高中的时阵来开始写诗，啊，一直写要写40岁的时阵，我发现讲，我落来用台语来写。啊，台语来写的时阵，我第一步大部分的人拢是用诗来写，短短的字句嘛，较好流利嘛。我就想讲，就开始写。啊，这过程当中，我毋是专工为着要写一本诗集来写，是我有像我头拄第一个问题讲的，我有啥物感触，我有啥物想法，拄着啥物代志，我就用诗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就是讲，这本诗集啊，起心动念拄开始嘛，无要出诗集啊。我就是我写诗拢袂专工为着这个目的，也是讲我即阵要来写诗，我要写一无，我拢是拄着啥物代志，有啥物想法，就是一时想要写落来，到尾也甲捡起来。所以我这本诗集是2014年到2019年5档的时间，甲整理起来了，发现讲会当是一本诗集的个啊，而且分做3个部分，14段诗，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咱即摆要念的这问答，伊算自由诗。什么是自由诗？就是咱华语讲的新诗。现代诗的写法，你要写啥就写啥，表达现代的看法。我先来念这个问答，较简单。拄好是为顶一本的华语诗集，我甲翻做台语。伊自早有一个高雄一个艺术节有拢头节有发表过吼。我先来念问答。什么是山？土碰起来，厝内你逐工拍开的门，诗是啥货？短短字，起讲通有斗，无玻璃，数外数，等待出世的等待，直接就来到死亡。念咪迄是拖病，孤步而终，火车倒出发。拢共款，坐去就是头一站，生家己哭，死别人哭。有当时你诗念好，我真正会想讲，我想要停落来都莫讲话。无啦。念诗较是，我讲念诗即件代志，就歹去解说的一件代志，就是人的感受真正甲一般平常时讲话，或者是讲一段什么物件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我嘛确实，我伫所有这几十集录音过程内底，确实只有你伫念诗的时候，我会，你念好，我会停落来，想讲无想要讲话。想讲你即摆讲话就较慢啦，对无？对，我速度会放慢。所以我感觉诗有伫咱即个现代社会啊，吼，有一个嘛袂当功能啊，诗本来就是安尼，伊互你点静落来，是，互你节奏，互你板料骹步较慢落来，啊，你会当坐清，就是静落来，袂输。其实我落来比如啊，因为最近上穿的迄个科技新闻就是 Meta， 是元宇宙、元宇宙。我顶2集拄好伫讨论这个代志。啊，其实读诗就是安尼，足侪人甲我讲啊吼，尤其我有朗读班嘛，就是啥，读我的诗就是袂输跳去元宇宙。你就是会甲咱即马生活迄种，咱即马生活拢足紧的，一杯手啊，坐车，消息足侪，咱常常跳去元宇宙。啊，这元宇宙是一个慢慢啊。稳啊，有节奏的，甲你带入去。所以我感觉这阿弟为啥要念诗？因为阿弟讲遐紧啊，我嘛做咧紧张。啊，咱这是教，虽然顺创无啥物气质，毋过咱念这诗是有气质。咱用诗互你的生活节奏，讲话甲你的思考稳落来，是要为啥物遮慢？咱就开始问答，来思考讲咱日常生活无去想到的代志。因为我伫看即首诗的时阵吼，嘛是。我讲即首诗互我一款感受，就是伊其实有2个赞词的问题啊。一个是第你的人会做感受，这是感触的感觉吼，就是用感受的，这毋是用咱理性去思考的。但是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无长，伊无法度互你真侪解说，所以伊内底用真侪即个文学的手法，变成讲你有一部分是要用头脑、用理性去想，
即个有即句话伊是安那安尼用，是啥物意思？比如讲你当厝咧，你逐工拍开的门，即个对照其实足趣味的，但是你就必须去想即件代志，伊是安那安尼来形容，有对无？有符合你的想法无？所以伊其实有两款，因为你当时理性甲感性拢伫运作啊，人就恬静落来。你毋是干那讲，我一直想我啥物代志要处理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毋是安尼去想的。所以我感觉这是诗对我来讲，伫读你的诗时阵是较特别的。我必须讲，其实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我上少接触的嘛是现代诗。真正上即马现代人拢是安尼。更何况是台语的台文诗，佫较少的少。所以甲你编一摆，编一这 meta， 对，所以你会慢慢会发现讲，确实伫读诗，尤其确实诗必须爱读出来。我认为是爱读出来，迄个感受是完全无共款的。这个就甲台语有牵卡吧关联，就是讲，即马这华语现代诗拢是用读的，就是用目睭去读的。对。较罕你真正喙念出来。是。咱台语为什么我会即届有迄个念读版？是因为咱即马熟悉即个读有即个台语文的较少。是。所以我是等于是一个服务甲补助，就是个辅助，讲互大家吼较读有即个台语文。想袂到行出一条路，就是咱台语本地，就是咱像你伫菜市啊嘛，讲话语言。台语爱有声音念出来，迄个感情、迄个韵律较会出来。所以华语诗袂出去用流调去挂掉即声音一部分。我希望透过即马即台语诗，因为咱台语普通时都伫讲，啊，去倒来，而且即本地就是诗上重要，因为古早的诗无字嘛无印册出来，嘛法度读，就是咱譬如伊七字啊，还是讲伊在古调，都原住民国家诗用讲的啊，声音本身最重要，所以诗本地就是声音啊，尾也靠文字，啊靠印刷品，靠其他的，所以我感觉等于到咱人类上原初的感情，甲这本来是我即届为什么做爱有有声版念读甲咱的节目拢爱念的原因。我拄开始读，讲实在进度无介紧，因为我发现讲真侪字连我嘛看无，我已经认为讲我台语算袂讲介歹款啦。有诶字，因为我家己伫写，讲实在，我一般若伫录音的时候，我写稿嘛是写台语文，只是讲因为每一个人后壁咱嘛会讨论到即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对汉字即个字、即个发音到底用啥物汉字，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讨论，所以我无啥希望去处理到即款的即个争议，所以我家己即个稿台语文的稿是我家己伫看的，是无互别人看。但是我伫读这时阵，发现讲真侪字，我发现讲我嘛毋知即个字安怎念，但是可能我根本就知影即个词是啥物，只是我毋知即个字是安尼写，有可能我平常时无用到。搁摆等到是我搁去听即个声音的版本，我搁去扫即个 QR code，去听声音版本，感觉感受到完全无共款。有的字你无需要先较认真去看伊到底是叨一个字，先听才讲，听了真侪物件你都免搁查过，你免搁去想，你就大概也知影。我感觉迄感受真无共款，所以甲诗甲声音结合做伙，我感觉这，我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伊就是讲，咱台语本来就讲话嘛，当然听说读写。不过咱台语也直接用听的、用讲的。你毋免透过即个台语文，你拢知影意思啊。而且重点是，我只要有做一个配音员，甲即个音乐人来念，伊毋若是迄个声音甲迄个意思，佮家己家己的感情开口甲腔口拢互你啊。所以这诗是一个声音甲文字甲迄个咱的meta宇宙来夹做伙啊，互你入去另外一个无共款的世界啦，帮你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迄个感觉。我来自我推荐一个，后盖若搁要出诗吼，欢迎来找。啊，你现在做好诶，吼，来，你变做我名单内底，吼，对啊，你也念真好啊。我推荐一个呢。咱继续来讨论，咱拄则讲着讲你要安怎去回答讲你即本册即本诗集对你的意义啦，吼，拢会诗的表达中，咱都有讲着讲诗内底有真侪是情绪的物件，但是其实嘛有真侪爱理性，用你的头脑去思考的物件是结合做伙的，吼，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情绪拢无共款。那一般拄仔你有讲着讲，你伫写诗还是写物件时，是你心内先有啥物感受，吼，你甲写落来。问题是，凡说你搭人伫铁路骹。吼，当火车要来啊！你搭人等你开车，或者你等你跟我讲话，你无可能伫现场写落来。吼，啥物款的情形下，你有法度甲比如讲我要安怎整理，还是讲我当即个感受要安怎甲保留到后壁？有当时人就是安尼，我当有即个感受伫咧，比如我去看电影，看甲目屎流目屎滴，一行出去一头足咩安尼，够热，伊袂记当下感动啥物啊？这是有可能的，对无？所以像即款情形，你
随时拢有无共款的感受，要甲转化成无共款形式，毋管今日是诗，或者是散文，或者是任何物件，你要去保留甲伫什么款的情形下，你有法度甲产生出来，甲转化出来。就是写诗啊，吼，你就是像我头讲啊，入去一个 meta， 元宇宙、元宇宙内底。所以啊，吼，现在我发现，我正式的时就发现讲，我大部分拢是伫佚佗的时阵。佚佗的时阵，去旅游的时阵，嘿，吼啊！我讲你嘛真够问咧。第一个吼，我回答的问题，伊是14纸诗，就是 sonnet， 是莎士比亚14啊。第二个回答的问题是自由诗，吼，讲的是文旦。第三个就是我第三部分叫心情字，心情就是真简单，就是你有一个心情，用字来记录落来。这形式是一个散文诗，对，你形式开始无相对，这就是完全拢较无分段，伊拢是袂输散文分做，拢无分一撮一撮，吼，一般诗是一撮一撮，还是一拍一拍，啊，这是啊，毋是，这就是一段一段，就是袂输散文的一段共款。啊，我就是甲我这个心情字，就是我去日本佚佗，一个人去佚佗，吼，为福冈九州福冈，一直经过日本岛的迄个中国，就是伊的山阳岛、广岛啊、冈山啊，一直到关西线八天，我就哪行，吼哪佚佗，啊心肝头有啥物想法，是拄着这代志，我就落心情字，啊这心情字我无甲伊长，因为我要佚佗嘛，我讲回车，啊所以我其实我就甲扣起来了，先用手机啊，先大概写一个大约，啊是坐落来，啊就甲一拍的字甲写，都是甲一段的字写起来。比如讲你拣的是心情字诗，我来念一个吼。脚底搭一粒枕头，无长甜联络，无意中指接，碰西西，骨溜丝丝，甲我的梦搭伫咧云顶头，丝丝绵绵好路面，心情字是。你当初是写这段的时阵，你的感受是啥物？你坐飞轮机啊，要去日本佚佗啊，透早拢无困啊，因为4、5点就爱出门诶。我感觉即句诗惊真奥妙，就是讲，这本写诗的过程啊，你就是练你的眠梦来，眠梦，你就是你眠梦啊。是。啊，你搭一个枕头落，你练入去另外一个世界。啊吼，有时写诗有艰苦嘛，有舒适，嘛有真欢喜的时阵，拄好你就是，咱入飞机顶头，你骹搭枕，迄个因有迄个溃腰的嘛，溃头迄个枕头，我骹搭咧，啊吼，飞机飞伫天顶，啊我骹搭伫枕头袂输。要困去啊！要困去的时阵，就要练你眠梦，大约就丝丝绵绵好路面。吼，我讲诗啊，吼，甲即个艺术讲，诗有时是眠梦啦，嘛是meta，诗嘛是一款梦。对，你着练你个所在啊。写诗的时阵，大部分都是讲，咱一般拢是，比如我甲你接受你的节目，我就无落写诗啊，还是我咧处理一寡哩哩扣扣代志。咱人生做一代志也无用诶，是大部分拢是咱放较轻盈的时阵，也是拄着。半暝要困的时阵，还是你啉咖啡的时阵，还是你行路的时阵，你无用的时阵，死袂来找你，因为死知影讲你找你嘛无法要哭嘛，袂讲哭啊创，伊嘛袂应。问题是你伫轻盈时放轻松，有一个良相的时阵，你拄好甲你最近生活，还是讲你的心情是拄着代志，轻做伙，死落来弄问讲，喂，我要来小吹啊，死落安尼来啊。所以你的感受其实毋是讲我当下的感受，但都是即段时间过了，我人恬静落来了后，开始可能你原本即几工，或者是即礼拜你感受到的真侪代志，慢慢啊回想起来，当时的真正迄个时阵人恬静落来时阵的感受，才是你真正的感受，你写诗时阵的感受。对啊，当然这是一部，有时是太芳啦，就是做无用的。比如讲我去。我心情字就是去日本佚佗，啊嘛，其实佚佗其实做无用诶。啊，你拄着啥代志，我就随停落来，用短短时间，甚至10分钟就来写好。我会互家己一个要求，袂当超过半点钟，我阁要佚佗。而且利用限制的时间，你用人就是安尼嘛，你时间短着缩绑，你颠倒你的后开，你开来颠倒就出来，逼着都会出来。人有逼，对，吼，有甲你拎，无，就甲你抄，你就，所以我即个心情你较无共款是，我大部分拢是一定要现场甲写完，
搭你面册顶头、网络顶头，我要求家己袂，甚至袂当超过10分钟。所以你迄时阵，你就是迄时拄着一个水查某囡仔，还是看着一个足水的景点是，水爱甲掠落来，水爱甲即个死甲掠无有关系，嘛是算家己有一个挑战，嘛是一种形式甲写作方式的一个挑战安尼。因为即个心情字的形式，确实甲一般咱讲的现代诗或者是你怎样14绝诗拢无啥共款。伊的自由度其实足悬，但是佫较先，就像咱拄仔讲，较先散文的一段安尼，所以确实写，我相信你写的时阵的方式嘛，甲拄则迄两款嘛无啥共款。对，所以我讲我是迄个日本有一个出名的白骨的迄个诗，上尾芭蕉嘛吼，松尾芭蕉啊。我有即种，因为日本上出名是地瓜嘛，白骨嘛。袂歹啊，这可能较无像白骨内面嘛有白骨，毋过白骨收底啊，地瓜就是底去讲一项代志，去铺排这。就变成凡说改一个，又变歌词，又变啥物？对。因为我写来经即条其实是。讲实在，我嘛是以感受为主吼，但是因为我拄仔有讲，我其实甲我的问题甲我景的时段无一定有关联，是我嘛毋知啥来变成有关联，但是当初是我伫看的时阵是无关联，我是先看完资料去景，我认为我希望会使，毋管是用念的吼，你念出来或者是我家己看了有特别有感受的诗，凡说有的是你内底用字讲啊，即个想法或者即个白句，伫咧文学上非常水，那会遮水或者是伊即件代志对我来讲是较有感受的，等等像即款的方式去讲出来，比如讲像即个我就认为讲，因为你头前用着枕头甲即个做梦啊，佮即个云顶两个连做伙即种感觉，对我来讲，确实会互人一款。人咧普普啊、桑桑的感觉，咱生活压力足大，大家拢足无用的，像我嘛就开始有讲人敢若会使小可放松，嘛小可会使露面迄种感觉，所以我说即条袂歹，即条敢若较好困。对啊，所以我即个诗就当然第一功能就是你会当来学台文嘛，有一寡是新的，我家己的字句啊，家己的文你的创作。毋过大部分拢是照咱即马咱史上你讲的台语甲咱教育部台语文扣落来去做我家己的文学款。毋过第二部分是啥物？就是你困袂去的时阵，阮即个册顶头拢有 QR code。就是14绝诗分做3章，甲上尾后录，就是上尾记录。伊头前拢有 QR， 伊抄入去了啊，伊就一直放互你听。阮迄边啊，就是即规个，譬如讲14绝诗14首，自由诗50几首，就一直放落去啊。歌书啊，你困袂去的时阵，你就挂耳机、挂耳机，就听咧啊。对我内面，因为我内面有配乐。尤其是心情机，伊就袂输，伊有骹步咧叮当的声音，就是你去日本佚佗，所以你啊对这个诗，虽然咱即摆无得出国嘛，对这是对阿聪去日本去佚佗，哪行哪听，听到尾你就发现奇怪，哪听袂着声音，表示你困去啊。你个听到的时，就是你个精神，他走遐远啊，所以我即本诗集有一个足大的功能是好落眠，帮助困眠啊，好落眠啊，真好，有即个功能我觉袂歹，但大家足需要。我买册上重要功能，真侪人拢是安尼喎。要困之前先编一本册安尼，永远拢差不多迄2页拢毋捌离开过喎，但毋免用听。而且较深的，你也收册的你会看啊，袂使，你困袂去哦。故事性嘛袂使伤强，无你想讲南伊会发生啥物代志先看了甲讲，所以天就光啊。这诗集真赞，我有时阵困袂去，我就听我的诗集啊，就真正做困的哦。系啊，确实啦，诗会互人，我感觉你读出来时阵会互人平静落来。因为有当时是要困之前，你想的代志佫足侪，明仔载佫要创啥咯，啥物代志，啥物工课，确实有当时透过诗集即个声音伫咧拢头前，我感觉人确实会恬静落来。这是我尤其拄则你念的时阵，我感觉确实有即个感受。尤其你的工课嘛。因为工课实在伤济啊！你的工课较无用，也是市场真正都做无用。我休一假，我即2工休假呢，电话毋捌停过。我四界去行，其实四界去行绕的，但是我永远电话拢随时拢伫接电话。所以来台我的诗他太好落面。真正需要好落面即个吼。所以咱若讲你其实写台文诗，毋是讲挑工要出一本诗集，是有啥物款的感受，你就甲写落来，慢慢咱累积落来一段遮济安尼。但是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伫写台文时阵，包括我拄仔嘛讲，连我家己伫看时嘛，会拄着一寡字我无熟悉，像即个字啥物意思？你伫写的时阵有拄着即款事，你写的时阵困难无？用字的困难无？就是讲用字拄开始是我2014年开始写的时阵开始写的时阵，即个系统我毋是，因为拢是写华语嘛，所以你著写甲毋是介顺，因为你有时阵爱去找迄个，第一你爱简单的意思，你爱找。
你罗马拼音基本上会晓了，有时罗马拼音你会拼毋着的，你有熟音嘛？怪你要找迄个正字，正字有诶字佫足近呢，到底是即个意思啊？即个意思，你要找半步，这是拄开始啊吼。语言顶头、文字顶头诶问题，这是第一个。过来就是讲，你要表达迄个意思，你要找对同诶即个字。是啊，有时阵是台语有比华语佫较水，佫较活开。毋过有时阵这是新诶名词，也是讲你诶意思，其实咱受国民教育拢是华语思考。你要找台语诶词，颠倒袂对同。新词甲外来语，譬如讲咱要讲元宇宙，迄些汉字甲翻译嘛。啊，你也要讲亚特兰提斯咧，啊，你就爱用罗马拼音还是用英语？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诗袂介复杂，所以我有时阵用英语，有时用拼音、砍棒，这本地就有啊。上大诶困难就是讲，因为我这诗就是去拍开一个世界，去了解一个世界。啊，变做有诶物件，咱台语有，咱台语文啊吼，也是讲咱诶这文学系统要写新诶名词，甲毋捌有人写过诶物件，甚至连华语拢无诶时，你爱去掠迄个词，爱掠半步，甚至爱创作一个新诶词，是我家己实际内底。所以有内面有诶一寡字句、一寡写法，甲一寡即个台语诶词本地就有，我用我诶理路去来写。啊，甚至是讲有诶所在我是创新词，吼。啊，所以就是讲困难一定是做这，主要是用字过来你诶心情啊。我为什物讲 meta 元宇宙，就是讲我干那会当限制伫即个诗诶世界内底，我下出去了。亚特兰提斯，我就袂去写亚特兰提斯，因为你干那要找，你到底是要用伊诶英语，还是要用拼音，还是要用汉字，是都有问题啊。像做一新诶名词，还未发明，还是台语还未找着较好势，大家听诶物件时阵，我就袂下过去。咱无一个大家共识，或者共同诶即个意志，讲啊，即个物件就是安尼来讲。所以你会烦恼讲，我伫册内底，伫即个诗集内底用即个词。会受到别人的即个无信任，或者是攻击，讲哪会是安尼用，会烦恼即个问题。即个就在人啊，我较烦恼的就是讲，我是毋是会当搁拍开新的世界？你是有散文有一部好，虽然伊做者会当用新词，你会当伫散文内底去解说啊。是注解啥物拢小说嘛是当。啊是啊吼，因为短啊，你无遐一个量相，无遐其也无遐济，无遐一个空间，会当互你搁解说，所以一解就要到位啊。就要到命，就要对啊。对。所以就是讲有诶物件，我就袂去吸。当然，咱诗毋免写甲遐幼路啊，遐袂细节。啊，你就是一解甲好完成。所以，咱来念即个诗啊，吼，就是14纸诗，吼，伊原是即个咱阿迪啊，吼，伊景诶，吼。是。我来念一下吼。爱，若失去欲望，迄是恢复；夜，若失去神秘。敢讲，伫电火下骹大心开的，是偷偷运搬的乌球。问你的名，我有14个比如：地灾、蒙雾、刺、速度的火，按大酷酷的衫的空喙，拍一手拗物的梦。伫文字的顶头，甲通拖声念掉，露水长把甜，甲夜景。寥寥啊，甘咧，你着相信乌球的神秘，你着相信恢复中有爱。像咱内底有讲到通拖即个词吼，即个词我嘛有曾经去查过，但是讲实在，伫我的成长环境来讲，我从来毋捌用过即个词。你会拄着像即款情形无？就是有诶词是你想要用，你毋知用啥物款诶词较好，啊，你去查，要安怎去查，是要安怎去做功课。所以这就是诗诶功能啊，因为诗是一个创作，你知影诗拢毋是写普通人诶语言，是讲 meta 宇宙诶宇宙诶 meta 宇宙诶这个语言。所以啊吼，诗有一部好。因为你若讲利用散文写通拖，你个注解就是。其实咱虽然讲糖啊啦，拢讲糖啊是糖啊，啊通拖是较文的，啊文献嘛有记载。所以啊吼，你伫散文爱表达无清楚的时阵，通拖有时阵去注解。伫诗内底啊吼，你无你青分，你毋知影物件，伊就变做一个互你去要、去想、去想象的一个诗的境界。所以啊吼，我会拄啊好，我袂全部拢用。我会伫即个诗写的过程当中，我会一寡咱台语文，也是我去学到的事，甲下入去内底。啊，你去想通拖到底是啥物件时，这就是诗的境界出来啊。
所以糖拖这是古册，迄个说文解字就有讲过啊，一个有开，一个无开。咱台语是古早话本来就有，所以我等于是甲这个字稿用诗的方式，因为诗是你不一定会读一届，2届、3届、10几个，读到你调底啊，你调北啊，你熟悉啊，你已经做熟的时阵，这个词就转来咱的语言当中，用诗，咱等于用诗来降价，或希望用糖拖这个字，佮转来咱的文学内底，为文学内底，佮记载咱日常的生活。对，因为像即款的词，确实我嘛是去查过，才知影讲哦，伊是有安尼的分别啦。因为咱就像你讲，咱一般白话生活中就是糖啊啦，看到糖就是糖，其实袂较文啦，袂用较文的字。因为这是 meta 嘛，这原有调，我就会当用啊。你会当去互这个读者来讲，糖拖到底是啥？你会去查，准讲无查，这个糖咱知，拖是一个那把顶头敢若一边尔，这是啥物件？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词是调古的？你会去想讲，迄个甲糖拖的声念掉吼，甲迄个声音甲提掉，提掉这个糖拖，有糖啊，咱知，咱拢知糖拖是啥物？是你听到声音时阵，迄足一糖伫空中，伫迄个树丛内底，糖你知影，搁有你毋知影，这个拖伫内面，所以这个诗的神秘，诗的想象就安尼出来。所以可能反射两个字尔，但是伊是一个像你一直讲，就是一个，咱毋管讲原语对或是另外一个，即个诗的世界，伊内底变讲你会使为无共款的所在来吸取咱遮的你要用的词，毋管伊原本的意义有还是无，或者是咱互伊一个新的姓名，互伊一个新的无共款的意义伫内底，因为诗的世界就是互你家己来自由来使用安尼。对所以我等于是互即个是新的意义啦，伫我即个原语调内底。甲包起来，伫这14字内底包起来，互这个汤拖，互这规个这意象有一个新的意义伫咧，互这就是诗的世界，就是一个看电影共款嘛。咱有时电影咱嘛毋知你舞啥，迄是新的妖怪啥物，伊这世界伊就有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其实变讲，即本诗集较像是你创造一个属于你的世界。你看即本册的人，其实是进入你的世界，所以会照着你的思，照你的思考，照你的情绪，照你的思想来去行即个理路安尼。对你会当去学台文，你嘛会当去，嘛会当伫内面吼，好路面，等于你梦的世界啦。你有啥首？是因为这是第一首，你甲选？无，是因为第一是汤拖即个词，我感觉足趣味的，而且因为你伫使用的时阵，我讲你甲即个声音甲即个实际上咱生活中定定看会到即个汤拖，啊，包括咱讲文字的地头，我讲即个物件互甲做伙伊伫吻合性，即个部分我会感觉讲真有感受性，讲即个方式你会有一个。头壳内底敢若会浮现一个图迄个感觉，对，这就是意象啊。有即个图像的时阵，我都会自然就讲就是我即个对我有感觉。我是因为后壁我讲我是玉兰川哦。玉兰川有关系，就是你若详细看，你会发现讲我建互你的时段，我有分段吼，顶半部甲下半部，吼顶半部其实拢是我认为搁较宜兰的。无一定是地点。原来我就知你14就是讲两是一点钟无啥是所有街啊。这玉兰就是咱要去边仔讲，要去迄个太平山，是台东，迄属于台东乡。系做者民宿，很多民宿嘛。对，就伫过暝啊。伊个是算半山，已经到半山，看规个南洋边样的时阵。你遐会使泡茶。我就伫遐泡茶，甲阮太太囡仔伫遐，我就看着。我三不五嘛是，三不五线嘛会去。足水，真正迄内行人较知，吼，真正来去遐看着乌马。迄阵迄个敢若朋友顶头甲迄个电火有光尔，其他的所在吼，包含你海拢看袂着。我嘛袂输乌球，乌是球伫叮当，哪有啥物咧叮当？这个是妙用，就是你故乡宜兰的景地啊。所以确实在就算是无看到下骹你所写讲伫倒位吼，我家己感受我伫想讲，既然我真侪物件做在地的遮个风俗啦，吼，或者是一寡故事，我希望找出来的诗是。互我会联想到我家己的宜兰生活环境吼，比如说搞雨水，或者是较湿较冷，我了解即款的感觉吼。所以我自然伫景的时阵，就算无看下骹你讲倒位写的，我这物件有互我即款感觉，我就先甲景出来吼。所以我顶半部其实景的拢是互我对有宜兰印象的即款连结。好来景诶，好下半部分下半部，顶半部是安尼哦，是，这是我惊喜诶。宜兰老家有缘的，我明仔载嘛是甲一个宜兰人，伊嘛是甲写到雨水有关系。这袂当讲，我来，所以真趣味。要紧咱等你后壁发布出来就知影，对吧？
所以咱当然讲到真济，包括你写诗的问题吼，比如讲咱拄着即个用词的问题，用着汉字要安怎选的问题吼，要安怎去表达你的想法的问题。当然嘛，回归到讲，大家有遮个困扰，真济原因是因为台语的即个目前使用率确实无遐悬吼，相对当然你若讲要甲其他原住民的语言拿客语比，已经加真悬啊。但是你若是真正甲咱讲主流的即个华语比，这差别嘛是还佫足大的。所以真济物件，咱需要有新的物件入来时，一个语言要活落来，伊必须要对新的物件一直重新互伊一个名词，吼，伊必须要互伊安尼甲延续落来。那比如讲以我家己会晓日语来讲，日语的做法是。伊足简单诶，虽然我讲无一定是上好诶做法，但是伊就是用伊诶拼音，一直拼音就可以啦，伊就片假名吼，一直落。但是这个我认为这毋是上好诶办法，至少对我来讲，吼，这个语言音拢共款啊。这个语言会有一寡失落，对我来讲是安尼吼。但是伫台语佫较大问题是，连即款做法嘛无。对啊，你就歹去拼嘿。所以因为使用诶人口，你若少年人无够济，会接受这新诶物件诶人无够济，用台语诶吼，所以你就算是。帮伊吼，毋管你用拼音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互伊一个名了。真正使用台语，平均来讲年岁较大的人，伊嘛是毋知这啥物意思啊。对啊。你就算甲讲原语调，伊嘛毋知啥物意思啊。所以我前几集我伫做节目时阵，我甲即个说凤姊吼，甲因为伊较有会吼，我甲。讲原语介绍原语就是啥，我就必须要开一大篇的时间吼，去互伊了解。当然我一开始嘛希望讲互伊了解，所以专工过来讲较长，互伊去了解讲咱即个原语调的概念是啥物。那之前我伫做即个奇幻进台湾吼，伊的即个种种嘅。嘛是你做的啊？伊毋是我做，应该讲我有邀请制作人来讨论吼。咱就有讨论过即个问题，就是讲，比如讲伊伫讨论讲 Bitcoin 吼 ，Bitcoin 就是即个比特币，咱今日要用台语来解说的时阵。你变来翻，伊有讨论讲，伊看到一个老师伫做研究的老师是用一个方式说，伊甲翻译做密箍银，吼，咱讲一箍银、两箍银吼，箍银就是代表钱的意思嘛，密确实伊是加密货币，密箍银啊，嘿，确实甲伊的声嘛真像，袂歹啊，听起来袂歹，对，问题是真正使用台语大部分族群连Bitcoin是啥物物件都毋知影，即比特币是啥物物件都毋知，所以这是一个社会传播的过程啦，这是尊属的问题。所以，譬如讲，拄开始啊吼，我会记阮爸迄时阵开始有电脑的时阵嘛，我拢华语拢讲电脑，久了我就讲电脑，嘿，啊，荧幕嘛，久嘛讲迄个荧幕，啊，拄开始嘛毋知影，譬如讲主机板，拄开始嘛是讲华语，啊，尾后阮爸，阮家己人共款拢是台语开较重，尾后讲主机帮，伊拄开始是华语也是英语怪。久了，去互这族群啊，做这两样是伊去互加入去。是啊，比如讲摩电即摆较无人知。我当然，这个物件我特别袂记。这就是拼音，所以我吼，阮为什么就是爱有需要台语电视台广播媒体，像咱的这阿迪这个，阿杜来开讲这个podcast， 是，也是讲咱互伊佫接利用诶。啊，这大众家己的反省，伊去甲这个名词甲加入来，变做新的词。是，久了后。伊就会变做迄个，咱常常利用，比如讲脸书，我不开始用脸书，尾来讲叫人面册，人面册久了叫面册就好啊，大家拢知啊。所以我即马若是有咧讲台语人讲面册，拄开始以后有听，有伊讲的就 OK。啊，有个人无听过，顿底坐了，伊久了伊会晓讲面册，因为面册做好念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传播过程，需要咱的 podcast 阿迪啊，好啊来甲报上啦，嘿啦。需要大家斗相共啦。问题是因为当然，咱会希望讲有像电视台有声音，有无共款的媒体来斗相共，甲即个真侪新的词、新的概念、新的物件，用台语重新来定义，重新来即个互伊一个名吼，一个身份。问题是以目前吼较。讲实在，咱会使知影讲，毋是讲介乐观的情形吼。毋管你有电视台啊啥呐，台语用的人相对较济来讲，你规个台语要遵守，共款拄着真济问题。比如讲，你伫台北生活，我相信你大部分的空间，你要拄着讲台语的人，恐惊是无介济。因为我创造一个空间啊。对，除非你家己创造过，但是你的原语调搁较大，你嘛无可能甲规个台北包起来。对，无可能。毋过啦吼，就是我较无共款，因为我是算吹哨，你吹哨台文，推荐台文。所以啊吼，我会做的就是大家爱有一个口啊，原语调，台语原语调。这概念我今日你甲我讲啊，拄想着。譬如我厝里内面，阮囡仔全部拢伊家己以外拢会讲台语，去学校讲华语。我熟识朋友，譬如讲前回出版社吼，即青红我主编，我拢是讲台语的。拄着你，所以咱有一个，譬如讲迄个
防疫泡泡嘛，防疫杀蚊泡共款。咱家己有创造一个环境，有做者母语家庭，而且台湾推销者，伊拄着咱来讲台语。所以我即摆去隔壁听讲台语讲足大声，隔壁本来拢讲华语，家己会开始念台语，甚至去我弄着了吼，去我听着了，因就开始去讨论台语的一寡事。所以啦吼，像我甲你就是一个箍啊，杀蚊泡、防疫泡泡，箍起来了吼，你会愈来愈大。所以我听起来，你对台语准学问题是相对较乐观的。嘛，毋是较乐观甲悲观，你无做就是无啊。是，系啊，所以我会当来做就是讲，咱的问题是，就是讲你乐观悲观，悲观甲乐观无啥物意义啊。嘿，所以你是务实的迄款的，就是该去做就去做，莫想较济。我感觉你就是撩落去做啊，像讲你有问，迄个有一首诗嘛吼，就是讲水烟。你水烟这首诗应该，我想讲可能是甲你技能有关系啦吼。水烟这首诗啊吼，就是讲的，就是我哋浸伫水的迄个情形。你这个问题啊吼，我就是用水烟这首诗来回答。吼，那大家会当来看这个，上好你会当吼听这个广播的时阵吼，先册买好，好势。水烟是伫第40页吼，伊是自由诗内底一部分。你会见这首诗是毋是甲伊有关系啊？来，我来看一个。好，我先念吼。水烟伫浴槽啊，水汽拄好甲窗仔光渗咧。淹过某当时，我敢有看到这个情景，是袂记得，亦是根本都无。阁有偌济时间会当浸伫恬静当中，甲我家己好好啊顺顺的。人生的半中途，迄遮就要了结啦。阁有真侪累累碎碎的代志，真侪计划要做。困难犹原伫遐，我阁有偌济时间是刷咧、浸咧，或者是念咪都惊。确实，我伫经即条的时阵，有几个原因啦吼。一个就是我嘛是感觉讲，甲宜兰较有关系哦。宜兰即个大溪温泉嘛是足有名。吼，第二是即个拄好我有讲，就是我今日咱录音的即工发布即个伫讲台湾人洗身躯的历史，吼，就是伫讲着浴槽啊，吼，因为迄时我已经拄录好啊，吼，所以我当然知影讲，看到就想到讲着浴槽啊，我迄集一直伫讲浴槽啊，我讲台湾人洗身躯的代志，所以互我共款的感受讲啊，这就是敢若打开做即个公共浴场的时阵的感觉，大家在唱迄个烟的呢。对啊，但是我是浸烧水，我家己本地无出去无浴槽啊啦。我啊吼过人生的半中途，经过了较甜苦硬钱啊。当然爱运动，毋过有时阵你想啊，你无法度像宜兰人遮好命，要去打溪就有啊。恁去北投啊？北投是会伤个吼，咱就是家己有一个设置浴槽啊。台语有讲浴槽啊、浴缸啊嘛、浴窟啊，做者讲法啦吼。即年后就开始去浸啊吼，嘛无放松，家己经过放互松，伊是嘛是你，互你精神，放互软了，你开始思考这个代志。吼，人有做者困难诶，你需要有一个休喘的时间，甲放轻松的时间。所以有啥物做者人做爱浸温泉，就是安尼，洗温泉的关系。我要回答的就是讲，困难犹原伫遐。人生的困难永远都是遐啦，无可能无啊。人袂当挂无失败。是，我阁有偌济时间，你是讲你阁有偌济时间，是刷咧浸，你阁浸伫遐，互咱死，互放互烂，或者是念咪都惊。所以吼，倒一代志拢安尼，你敢做悲观、阁乐观，拢无啥物意义。你也坚持，你也有意志坚持，讲你就是要做这样代志。你当然需要休困，毋过你要做的时阵，念咪都惊。